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政治评论员文朗东指控到徐卡新的红赛，也就是台中市政府研考会主委刘元礼上班的时间走去冒灰，讲走去耍迄个德州的科技网。啊，刘元礼回回讲，伊有照规定来请假，并不是上班冒灰，而且这是合法的比赛。比赛的输赢是用分数来计算，不是用钱。讲这不是跋筊。手提科技徐卡新的红赛刘元礼被翕到出现伫德州配戏的牌局现场，有其他人伫耍。政治评论员文朗东就批评讲，刘元礼作为台中市政府研究会主委，上班去拍牌，敢有请假，竟然点名徐卡新诈跋一家亲。佮指控刘元礼有过摆去新北市永和的交警。我用的是我个人有14天的特休假，它本身是一个合法的、正式的扑克锦标赛比赛过程里面用的筹码，它代表的是分数计分的意思，并不是我们一般大家想象的金钱。放大镜幕来看，确实有竞技扑克国家代表队积分的刘元礼是说明讲，因为学生时代就开始学德州的配戏，平时假日会去参加比赛。因太太徐卡新是回应讲，德州配戏是合法的竞技，不是跋筊，希望大家莫因为政治就加抹黑。因讲嘛强调讲，绝对袂偏袒，公务人员出入相关的场所，确实造成社会观感无好，本来就应该检讨改进。我自己也有反省，就我自己的身份来参加这样的一个竞技，可能会导致社会大众的一些误解。是讲文朗东所指控的永和的这间交警，敢有其他案情？这个代志恐惊袂遐简单就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